华语崇德单位不修习菩萨前大姑前人陈前人。不能够反对他，叫他有善德，有好的名誉。那么父母有时候想不开，做点不好的事情，比如说损人利己的、不讲理、很凶的，民国75年1月2号，明善寺全国大专班了，长节孝道。你赶快就劝他说用电脑荧幕或做直播是用 OBS。孩子这么深明大义，我何必呢？我倒人家2000万，他不为了他吗？不要，完事儿，那就不要倒了。免费的直播串流软体来制作。现在做直播，网络不顺的话，那只有几分钟呢。你住了人家的房子，倒债的房子，你一住，3年回来了，还研究看看为什么会网络不顺。你在前面在后边走，这个孩子没有出息，他住的房子倒人家钱，就爸爸做这个缺德的事，这个孩子没有成绩，不要给他糟糕了。所以这一辈子只有画面，一张图片，还有右边是这个播放声音的声音清单。声音档案的清单，按照顺序会播放。你们应该真心孝顺父母，赶快度父母求道。父母不求道，我们痛苦呢。网络问题如果能够解决的话，最好能够全天都在读经啊，全天电脑荧幕都播放读经影片，然后来连接 YouTube 账号频道。然后全天的读经，闽南语读经呢，那道场的简介，道场教育的班和影片呢。下边是什么呢？就是大孝。这个大孝是最高超的，最上扬的，就是什么？就是立身行道，扬名于后世，以显父母孝顺中人。我们立志向，志在道。志在道场，志在给师父师母负责，给自己培德，给父母培德，就要怎么样？代天宣化，替佛学言，讲道德，说仁义，立志向。最后这个声音档46分钟多，已经播放了45分钟多了。父母就可以成仙，你成仙，父母就是成仙。现在成仙并不是困难很简单，你只要修道办道一辈子就可以成仙。网络搜寻 OBS 下载，然后找到免费软体之家，它是中文的，找到那个中文的可以下载。陈大姑前人，华语崇德单位陈大姑前人，1986民国75年1月2号全国大专班讲解孝道。然后它会循环播放，你看，声音的播放清单它会循环播放了。刚刚讲完了，现在又从第一个档案播放了。易经闽南语读经，还有这个三教经典的，还有四书的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大学》《中庸》的，还有佛经的《金刚经》啊、《心经》啊、大悲咒。道家的《道德经》啊，《太上感应篇》啊，不是没有，是《清净经》。太上老君说《清净经》才对，感应篇的没有录。参考台南天具书局东门路书局出版的《三教经典闽南语读经》、闽南语读诵的录音带，再转出播放录出声音在配合电脑网页制作影片，然后这个是取声音的部分。可以储存片段哦，可以储存精华片段哦。
这个直接对着荧幕照会有那个反光。哦，要关闭要按右上角，右上角。你看直播还有特效，你看按右下角3个点这边，你看还可以储存精华片段，还可以分享，还可以开启闪光灯，还可以关闭麦克风。还可以储存精华片段，要关闭按右上角打叉，可以分享，可以分享的。要关闭按右上角打叉，按确定。